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嘛常常讲到，叫人就爱饮水思源头，食果子爱拜树头，意思就是苦劝人爱感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拜，本爱拜第3条。大忌字典解说这日拜意思就是咱人爱压头，用手合掌来行礼。若是足有礼貌，请人斗3工，咱讲是拜托。若是甲两手拍伫涂骹跪落去磕头，咱讲是跪拜。卖当讲是对神明的行礼，咱讲拜拜拜佛，嘛有人讲拜佛，或者是拜请。有时阵合掌，有时阵牙香，也佫有宗敬甲礼拜，就是宗拜。过去咱伫咧武劫期，看到两个人要对决，就会先讲领教，一个讲拜后，先礼后兵，代表讲你要开始比武啊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拜会，意思就是面会甲访问；第二个词读做牙香对拜，字面的意思就是讲看人牙香咧拜拜，伊嘛对咧拜。那字句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无主张，看人做啥，伊就对人做，嘛会当讲是相谈相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会互诈骗集团骗过手的人，可能拢有一款特性，就是较会牙香对拜，耳空轻。听变成啊讲投资的大条，都甲钱拢落入去，等到警察来拜会，才知影欠长内度的钱拢乌有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拜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